法科濟薩的深層邏輯，由俗反清的一場環境修復。我常覺得，都市人講風水、講濟薩，講得太多玄虛的鬼神，卻講得太少實在的空氣與光線。在我而言，法科濟薩從來不是與什麼無形之物交戰，而是一場嚴謹的、近乎科學實驗般的環境整頓與頻率校正。我的知識並非來自什麼天啟神獸，而是從一本又一本的醫書、物理札記、環境生態學以及前輩們口傳心授的零散斷簡中苦苦比對琢磨出來的。祖師爺我只拜一位，傳下來的不是法術清單，而是一套觀察世界的目光。第一層，煞的真相是環境的俗化。我們常閱的煞氣，我認為其核心是一種空間能量的俗化與堵塞。一個地方長期無人居住，窗戶緊閉，陽光不入，空氣不流，首先滋生的是什麼？是霉菌，是肉眼看不見的微塵，是空氣中正負離子比例的嚴重失衡。這絕非憑空想象。你看那些久無人煙的老宅，一推門，那股撲面而來的霉塵味，在環境科學裏，那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與微生物孢子的混合物。這些微細粒子被人吸入體內，會直接干擾我們末梢循環的流暢度，使氣血運行變得滯結。中醫講氣為血之髓，當空氣中充滿了這些阻礙氣機流通的俗物，人的精神狀態便會隨之昏沉，反應遲鈍，容易暴躁或抑鬱。這便是煞在物理層面的根本。它不是一個鬼怪，而是一種可以被測量、被感知的環境劣化狀態。那些所謂的陰氣重，拆解開來就是陽光不足、濕度偏高、空氣對流差、有害微生物滋生這四項指標的疊加。我們的身體是精密的感應器，當長期暴露在這種劣化環境裏，自律神經系統便會繃緊，皮質醇水平紊亂，免疫系統的效率下降，於是搬進去的人會病、會爭執、會決策失誤。這不是巧合，而是環境在說話，在用它的俗氣引導住你走向混亂。第二層，濟煞的邏輯是資訊的重置。那麼法科濟煞在此刻介入，究竟在做什麼？我認為我們不是在殺死那些俗氣，也不是在驅趕什麼，而是在為這個空間引入一個更強大的有序的資訊場，重新梳理它的頻率。我常用一個比喻，一個房間裏有數百個節拍器，各自以不同的節奏亂擺，發出的噪音讓人心煩意亂。此時你放一個精準、強勁的主節拍器在中央，透過地板的傳導，不多久，其他所有的節拍器都會被這個穩定的節奏所牽引，最終趨於同步。法科中的符宇宙，在我理解裏，就是這個主節拍器。符的筆畫並非隨意的塗鴉，它的構成、墨色的濃淡，甚至是朱砂與煙墨的材質，都帶住特定的五行屬性與物理頻率。而咒語關鍵不在於文字的表面意思，而在於它縱時產生的聲波震動與諧波結構。當我搭住鋼步，以特定的胸腔與頭腔共鳴出雷音或泛音結構的咒語時，那是在空氣中投下一道穩定的低頻聲波，像一塊石頭投入暖水，漣漪擴散，逐步將紊亂的分子震動，重新牽引回歸有序的軌跡。所以我濟煞核心動作是彎與震。安撫是將一個穩定的資訊發射點設在橫壓頂嶽尖角射的亂頻源頭。震責是用法器如水碗、銅鏡去折射、轉化過急的氣流，將煞的衝擊力緩衝，化解為平和的氣場。一場圓滿的濟煞法事完畢，空間的能量熵值會顯著下降，那種讓人有壓迫感的氛圍會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清澈、穩定，讓人能自然深呼吸的氣息。人數其中，腦波自然會由緊張戒備的高貝塔波放緩至放鬆而專注的阿爾法波，思慮清明，決斷自然準確。所謂的轉運，往往不過是因為人在一個清靜有序的空間裏，終於能看清那條原本存在
卻被俗氣遮蔽的明路。第三層，人與境的共修，才是根本的制殺。但我必須強調，這種外在的空間整頓，猶如為一塊久旱龜裂的土地鬆土除草，是一場及時的手術，讓土地恢復接受種子的能力。然而，最終土地能否長出豐盛的作物，取決於日後的灌溉與施肥。一個人若本身氣血充盈，作息規律，心境平和開闊，他的生物能量場是強大而穩定的。這種穩定的頻率本身就具備一種靜壓，如同一個高速旋轉的陀螺。外來的微小擾動根本無法影響他的軸心。這類人即使身處風水稍順的環境，也往往能憑自身的正氣自動淨化周圍的空間。反之，若一個人剛制完殺，轉身又繼續徹夜不眠，暴飲暴食，終日憤憤不平，他的身體會重新製造內濁，氣血再次變得紊亂，不出數月，這個剛被重置的空間又會因他自身散發出的低頻混亂頻率而再次變得淤塞。這便是為何有人見效，有人無效的根本分野。所以我每次進行制殺後，常會跟屋主説一句：外面清淨了，裏面也要清淨。制殺從來不是一張保證無災無難的平安符，而是一次讓你能奪回環境主動權的契機。它為你剷除了路上的荊棘，讓你不至於在迷霧中跌倒。但接下來的路要往哪個方向走，每一步如何踏下去，終究是你自己的修行。第四層，當俗氣入體，替身法的深層疏通。然而，在修行之前，有時我們必須先面對一個更急迫的現實。當外在的俗氣已非僅止於皮膚與鼻息，而是長期浸染、深入血脈，凝結成實質的病灶時，制殺的工藝該如何延伸？這便是我要進一步剖開來談的替身法之物理基準。你或許聽過紙人、草人、雞蛋、鴨蛋或是煮舊衣等替身之用，民間常將其視為神的代罪之術。但我從環境醫學與生物電磁學的反覆比對中，得出另一種可被檢視的見解。替身本質上是生物資訊的給付性載體，其運作可拆解為三個層次。其一，材質的親貧性，紙與草、屬木、性疏透，其纖維孔隙極易給付游離的水氣與靜電。雞蛋與鴨蛋屬濁陰之品，其蛋膜具有半透性，對人體散發的遠紅外線與微弱磁場變化極為敏感。而事主的舊衣更直接沾染了其體表的菌落生態與角質代謝物，在法科中稱為氣印，在科學視覺下則是生物標記的天然媒介。其二，資訊的共振轉移。施法時，我透過剛布的陣與特定咒語的諧波，在替身周圍建立一個與事主病變部位頻率相同的低頻共振場。物理學告訴我們，共振會引發能量遷移。當病俗之氣在血管與經絡中淤塞不通時，透過這層共振，它會像鐵屑被磁鐵吸引一般，從高密度的人體組織游離至低密度的替身載體上。這並非神話，而是一場物理性的雙極傾斜。我們主動製造一個俗氣收集器，讓體內的惡性資訊有一條可循的出路。其三，儀式性的鍛鍊與歸零，無論是化紙、埋草，還是將雞蛋鴨蛋砸碎於曠野路口，其核心動作都不是殺死病氣，而是將這個給付了濁頻的載體進行物理結構的破壞與自然降解。蛋殼碎裂的瞬間，打破了內部的封閉諧振腔，使吸納進來的惡性頻率暴露在大氣流動中，被風與光稀釋中和。而米鋪墊衣物，則是利用氯化鈉晶格的穩定離子排列，干擾並打斷殘留的有機記憶資訊，達到資訊輻射之效。但此處必須謹慎說明，替身法絕非代死或卸責，它是一次深層排俗手術。我將其視為中醫看套下之外的頻率泄法，它將因環境惡劣與情緒鬱結而產生的內生性濁毒暫時轉移，為身體爭取到一段寶貴的修復空窗期。然而，若事主事後依然日夜顛倒，
讓肝膽無法在子午時分排毒，或貪涼飲冷，洗三朝水道再度冰封，那麼新的濁氣將在數日內循住舊有的經絡路徑，再次沉積於同一部位。所以每當我用過替身，必定囑咐事主配合活血化瘀、疏肝理氣的科學中藥，或至少連續7日的亥時泡腳發汗。因為真正的反清，必須是環境之清與人身血循之清同步回歸。結語：制殺之道，在於知己知彼，更在於知俗之去路。我自知只是一個讀書解理、依理行法的平常人，沒有天眼，不懂神通，有的只是對經典理論的不懈揣摩，與對現實環境變化的反覆觀察。我書櫃上的書，告訴我世間的道理，往往是最簡單的，清濁不兩立，正邪不同居。無論是空間之俗，抑或血脈之俗，其理一也。法科制殺的珍貴，在於他用一種古老而具體的方式，提醒我們人與其所居環境之間那份最原始、最直接的血肉聯繫。殺是環境與人失和的表象，制殺是重建這份和諧的工藝。它既是對物理空間的一次深度清潔、鎮責安撫以清其外，也是對已入體內之俗的一次精準疏通、替身轉移以泄其慾，更是對居住者心念的一次溫柔提醒。生活戒律以防其複俗，三者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當俗氣被清走，當空氣重新流動，當光線再次照入，當替身化為灰燼隨風散去，人心才有可能在那一片澄明之中，聽見自己最真實的聲音，做出最忠於本心的選擇。這便是我理解中法科制殺最深層也最本分的機轉。願每處空間皆有清氣流轉，願每顆人心終得自在光明。